想馬年事業運好，就要留心文昌星飛臨嘅位置。咁喺呢個年份入邊，東北呢個位置係重要嘅噃。文昌星飛臨，文昌本身係屬木嘅，綠色嘅嘢就最啱佢啦。尤其是水種嘅植物，我哋習慣咧會放一啲嘅富貴竹，因為富貴竹有步步高升嘅意思。最好咧就係水種嘅4支富貴竹放喺東北方，代表住步步高升同埋思路清晰。除咗放富貴竹之外咧，其實如果你可以將個電腦搬到面對住東北方打電腦嘅話咧，亦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。咁喺公司入邊，除咗要步步高升之外，當然人際關係都要好啦。有好多朋友成日都會遇到一啲嘅是非口舌㗎，提防住是非口舌，我哋就要喺正西呢個位置唔好放綠色嘅植物啦。放多少少紅色嘅嘢，如果公司嚟講，放一啲紅色嘅 file 啦，又或者紅色嘅擺設喺正西面，咁你就會少啲是非噶啦。健康運係每年都需要嘅，喺馬年嘅時間，我哋要留心2個病星飛臨嘅位置。第一個咧就係5黃星飛臨嘅南邊，第二個就係2黑星飛臨嘅西北邊。呢2個位置我哋都唔可以喐佢嘅喎，病星本身就係屬土嘅。火生土，紅色嘅嘢係唔可以擺放。如果唔係嘅話，病星就會越嚟越惡噶啦。土生金，放金屬嘅嘢，尤其是一啲銅嘅葫蘆，就可以減低病星嘅力量啦。如果咁啱呢2個位置係你成日坐臥嘅地方，都要小心啲，最好咧就搬開佢啦。就算係養寵物嘅朋友，亦都要記住，寵物本身要瞓覺嘅地方都唔好放呢2個位置啊。如果床頭係呢啲位置，就多啲用一啲米色、白色嘅床單，唔好用紅色嘅床單。好多朋友嘅屋企門口位都係正南㗎，咁今年就唔好用紅色嘅地氈，最好用金色嘅地氈，自然健康運好啲㗎啦。想馬年財運好嘅朋友就要留心一啲嘅方位咯。嗱，每年都有啲旺財嘅位置嘅。如果你話喺馬年要旺一旺偏財嘅話，就要留心正北呢個位置，因為我哋有6白呢個飛星喺度喎。呢個係代表住偏財嘅星，咁我哋可以放貔貅啦，又或者一啲象徵住財運嘅飾物擺放喺正北都係可以噶。除咗偏財之外，我哋都要留心正財嘅位置。喺呢個年份入邊，要正財好，8白呢個財星要催旺，同埋最多旺嘅9子喜慶星，我哋都不妨催旺一下個噃。咁正東嘅位置可以多放紅色嘅嘢。過年嘅期間，揮春放喺呢度就最理想啦。而東南呢個位置呢，9子係而家最當旺嘅星嚟嘅，咁可以放一啲代表住果實嘅嘢啦。過年期間放一啲大金啊、大吉啊，咁除咗代表各樣嘅喜事，例如升遷啦，又或者財運方面嘅嘢，亦都係可以令我哋財運順遂啲㗎。想馬年桃花運好嘅朋友呢，就要留心一啲嘅位置咯。每年我哋都有桃花星飛臨嘅方位嘅，咁喺馬年呢，就喺中宮，即係屋企嘅中間。中間呢個位置可能喺啲走廊位，咁你可以喺走廊嘅旁邊啦，又或者你自己將屋企呢，將佢分出嚟，只要佢係中間呢啲位置呢，你都可以擺放一啲關於桃花嘅嘢喎。通常要桃花旺呢，我哋擺一啲嘅真正嘅鮮花啦。如果要好急需快啲嚟一啲嘅桃花呢，水種嘅鮮花就最理想嘅。如果你話我唔想再要桃花啦，我就係怕催旺咗佢，咁呢就要擺啲石春喺呢啲位置。通常8粒嘅石春係可以減低一啲惹桃花嘅情況㗎噃。但係要記住，桃花同時代表人緣，如果將個桃花減得太低，人際關係都會差啲㗎。除咗要桃花好之外呢，都要避免鬧交㗎。咁會有一個鬧交嘅星，佢係飛臨咗喺西面㗎。咁西面呢，鬧交呢個星原來係屬木㗎，水同埋木都唔見得，即係話水種嘅植物會令到呢個嗌交嘅星更加強化咗。我哋就要擺放一啲紅色嘅嘢喎，因為木生火。如果你話，咦，我擺放9支紅色嘅玫瑰花，除咗葉嘅嚇要，咁因為呢個數字係屬火啦，紅色嘅嘢都係適合啦，咁係會令大家呢少啲爭拗嘅喎。因為如果催旺咗嗌交呢個星，少就是非，大就官非噶啦。平時要恩愛甜蜜啲，記住呢2個位置啦。
喺馬年要催旺各種類型嘅喜事，包括住添丁啦、結婚啦、升職啦呢一類嘅事情嘅話咧，我哋就要留意九子喜慶星喺邊度咯噃。原來佢喺呢個年份入邊係喺東南方。咁過年期間，我哋可以擺放一啲果實類嘅植物啊，代表住開花結果，自然喜事就會多啲啦。過咗年之後，我哋可以擺放一盞紅色嘅燈喺呢啲嘅位置，都會多啲喜事喺度㗎。同時間有啲朋友話：我想添丁喎，甚至乎掛個燈籠都係可以。如果咁啱係門口喺東南位，咁就放一張紅色嘅地氈啦。通常嚟到馬年前邊或者踏入新嘅一年，我哋都會重新換一啲嘅門口地氈。咁喺馬年點樣放法？放咩顏色好呢？留心聽咯噃。如果門口行出去向正東嘅話，今年係八白財星飛臨啊，可以放紅色嘅地氈，會對個財運有幫助嘅。如果向正南嘅朋友，就唔好意思啦，因為咧呢一個係病星飛臨，而且係五黃星，最好咧就放一塊銅片喺門口，再加塊金色嘅地氈，千祈唔好放紅色嘅地氈喎，因為紅色係會令個病星更加活躍㗎。至於門口係向西面嘅朋友咧，就要小心啲啦，因為是非星飛臨啊，唔好擺放綠色嘅地氈，小則是非，大則官非。唯有用紅色嘅地氈擺放嘅話咧，就可以避免一啲嘅是非口舌啦。而正德嘅朋友，恭喜你啊，因為今年係偏財星飛臨，通常紅色、黃色呢一類嘅地氈，或者有金錢圖案嘅，都會令你屋企財運旺啲㗎。事業運排行榜第一名係屬蛇嘅朋友，屬蛇嘅朋友喺蛇年經歷過本命年，好多朋友咧都會轉過工或者有啲嘅變化喎。嚟到馬年相當唔錯啦，有6分星，6分係以前朝廷嘅俸祿啊，今年升職加人工有望啦。同時嚟講咧，今年嘅事業運係進步嘅噃。第二名係屬猴嘅朋友，因為有文昌星，文昌顧名思義係讀書考試特別叻。如果想考啲內部升職試嘅朋友，今年要把握機會啦。第三名有2個喎，第一就係屬牛嘅朋友，有國印星，國印係掌管權力嘅衰印啊，今年有升遷運。而屬馬嘅朋友，雖然話係本命年，但係將星同埋歲駕星喺度，代表住你嘅領導才能相當唔錯。做管理層嘅朋友，好好把握一下呢個升遷機會啦。桃花運排行榜第一名係屬雞嘅朋友，因為你有紅鸞星啊，屬雞嘅男仔今年特別理想，因為除咗紅鸞星之外，仲有太陰星係女性貴人星，今年會遇到一啲大過自己少少嘅女孩子，如果你唔介意姊弟戀嘅話咧，係可以開展呢段感情嘅喎。就算係屬雞嘅女仔，今年都相當唔錯㗎，因為有紅鸞星照住，紅鸞代表住可以結婚㗎啦。第二名係屬羊嘅朋友，屬羊嘅女仔就特別理想添，因為有太陽星，太陽係男性嘅貴人星，今年遇到嘅男仔背景相當唔錯喎。不論男女，今年都有歲合星，歲合係一半嘅桃花星，人緣特別好，可以從當中揀翻一啲合適嘅對象啦。第三名係屬兔仔嘅朋友，有天喜星，天喜係桃花星嚟㗎，代表住喜事重重。今年呢，如果遇到啲合適嘅對象，可能係結婚年有喜㗎，咁你哋自己好好計劃一下啦。財運排行榜第一名係屬雞嘅朋友，有太陰星。太陰本身都係一個財星，亦係一個女性嘅貴人星，所以如果本身係做一啲同女士有關嘅生意，譬如美容啊、化妝啊、女士服裝呢，喺馬年可以話係財源滾滾嘅喎。但係要留心，太陰係一個慢慢嚟嘅財星，不能夠急進喎，尤其是炒賣嘅朋友，太急進反而容易有損失㗎。第二名係屬豬嘅朋友，因為有玉堂星，玉堂顧名思義係代表金玉滿堂，今年揾錢嘅機會係多㗎。第三名係屬兔嘅朋友，有福星，福星係一個幸運之財，所以今年買少少嘅彩票，又或者靠自己嘅靈感去買股票，可能都有少少得着，只要唔係太貪心，今年財運係可以㗎。驛馬運排行榜第一名係屬猴嘅朋友，
屬猴因為本身就有驛馬星，而本來嘅4個生肖蛇、豬、虎、猴就係驛馬生肖，所以當驛馬行到屬猴嘅時間就更加強勁啦，要跑嚟跑去、走嚟走去，多出差、多去唔同嘅地方。所謂動中生財，做生意嘅朋友不妨拓展一啲唔同嘅市場，又或者打工嘅朋友咧都多啲出下門，自然運氣好啲㗎。第2名就係屬老鼠嘅朋友。子午衝，因為衝太歲啊，所以今年無論你想唔想，都要有一啲嘅走動或者變化。同埋衝太歲嘅年份，其實就好似人哋嚟打嚟咁樣。如果能夠多啲走動，反而係好。如果坐喺一個地方，就會受到一啲負面嘅影響㗎啦。而至於第3名朋友就係屬狗嘅朋友，屬狗嘅朋友有地解星，地解係代表住田宅嘅變化，今年可能有樓宇嘅買賣啦，又或者公司變咗地方喎，你可能要好多時出差，甚至乎咧去咗第2度長居嘅噃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今年咧我哋就要留心下自己嘅身體健康，因為會有水土不服嘅情況出現㗎。咁注意一下平安，今年多走動都唔係壞事嚟嘅。